阿爸吼，就是车祸受伤，啊，就是算住病院啊，尾来伫厝里，倒伫算眠床顶头无落行咯。啊，有一天阮母啊就问讲，啊，你有爱我无？结果阮爸，当借问一下，爸爸妈妈是几岁？因即摆拢六70岁啊。六70岁，咱台湾的时代人对啦，叫阮爸哪反应，你知无？你是咧起笑哦。所以我感觉就是讲，因为阮爸母其实就是做感情足好的，台语讲意爱还是疼痛，袂直接讲我爱你，你爱我，伊是透过伊的生活，互因所做的代志，因袂直接感情说啊。但是可能爸爸后一句无讲完啊，就讲我逐工拢嘛足爱你。所以这句去互阮爸母加掉了对。我讲歹势就是讲啊遮直接哦，阿爸会歹势，所以吼查甫人嘛就会开始用一个较凶。不过吼无论安怎，就是咱对这个世界受爱的，不过咱要表达爱的方式是无共款。好，咱今仔日吼有即个音频会当请到咱台语界上适拍的即个顺聪老师来咱的即个学校哦，要来甲咱斗阵来开讲，咱要来讲看卖古水是啥物。但是伫个咱今仔日要正式开始讲咱的主题进前哦，咱先要甲大家来分享。其实我甲顺聪老师伫个即个要开始要热天的时阵，顺聪老师就邀请我讲，我即摆咧做一个足特别的一个 project 对吼，啊，就是咧摕即个两首诗吼，啊，这其实吼，咱小等要分享的这两首诗是伫个阮一个体过伊的即个诗集内底，阮两个人做审定吼，啊，台语的部分其实是顺聪老师来负责，啊，英语要翻做台语的即个第一站词的即个翻译的部分，有当时惊讲咱伫个翻译的时阵，会翻超过意思，啊，有当时会惊讲翻无到迄个意思，所以讲伫个即个咱为英语来到即个台语，啊，再搁来到即个台语的即个美学，要选倒一字的即个过程当中，其实阮斗阵啊，甲咱的即个译者吼，阮三个人吼，用不了多时间，但伫即个过程当中，感觉真幸福，所以就要甲大家人来分享即两首诗。对啊，这是阮甲翻做塔古鲁吼，啊，所以伫即个阮即个古水是社会即个主题进前啊，咱先来读诗，来理解即个诗的情景，甲即个故事的情景。第一首吼，咱所敬的要甲大家人分享的是这首诗哦。We live in the world when we love it。啊，我甲英语的读完，啊，即马请顺聪老师甲翻做台语。咱若爱即个世界，咱就活伫即个世间。我感觉台语的这个翻译翻出一种新的无同款的滋味。伫个这个英语原本的这句话内底，其实我感觉讲，伊可能有一个意境是无翻出来，还是讲伊无写出来。但是我感觉就交伊就把这个部分甲伊翻出来。咱活伫世间有时是有体无魂嘛。你若有爱，你较真实是活伫这个世间。吼，所以这个塔古鲁吼泰戈尔吼，我感觉这伊就心里感受这个世界，写这个诗真正是足水的吼，无怪会叹遮久了对吧 ？Listen my heart to the whispers of the world with which it makes love to you。真足听我的心啊，听世界轻声细碎，伊为你谱的恋歌。啊，当然你翻这首诗的时阵 ，listen 嘛，你上简单就听。不过伊这听毋是黑白听，咱台讲斟酌，就是足认真的、足认真来听。My heart， 我的心啊，哦，有一个爱这个音。The whispers， 哦，这 whisper， 咱台语足简单，咱台语我定定有啊，轻声细碎。哦，你看台语的轻声细碎是4个字，不过讲起来嘛是轻声细碎。伊为你谱的恋歌，吼，当然。因为到上尾即个第3句啊，吼是足长的。啊，这个时阵恋歌其实伊就代表咱台语定定用的即个台语歌定定有恋歌。我感觉即个翻译啊，吼有时阵无定对啦，无一定是按怎较对。不过我感觉即个用家翻译啊，甲台语开台语的特色拢甲展现出来。有影呢，就即个机会，我嘛想要请教咱顺聪老师，因为咱今仔日要讲的是古水，华语是可爱文化，但是伫个台语是叫做古水的文化哦。咱台语内底是毋是较少会当直接，还是讲咱较无情感的表达？有当时较无直接讲爱，亲像伫个遮 love 的翻做是恋歌。讲一个较趣味的啦吼，就是有一届
阮阿爸吼，就是车祸受伤，啊，就是算住病院啦，尾来伫厝里，倒伫算眠床顶头无落行嘛。啊，有一天阮母啊就问讲，啊，你有爱我无？结果阮爸，我当借问一下，爸爸妈妈是几岁？因即摆拢60、70岁啊。 70岁，咱台湾的是大人，对啦，叫阮爸咧反应，你知无？你是咧起笑哦。所以我感觉就是讲，因为阮爸母其实就是做感情足好的，但伊讲意爱还是疼痛，袂直接讲我爱你，你爱我，伊是透过伊的生活，互因所做的代志，伊袂直接谈情说爱，就感觉讲，阮爸讲你是起笑哦，就感觉这物件是无法度接受你的文化，你的世界内底，这个事是互伊受重啊，就对啊。但是可能爸爸后一句无讲完啊，就讲我逐工拢嘛足爱你。所以这句去互阮爸母加掉了对啊。我讲歹势就是讲啊遮直接，阿爸会歹势，所以吼查甫人嘛就会开始用一个较凶哦，你是咧起笑，较趣用。不过吼无论安怎，就是咱对这个世界受爱的，不过咱要表达爱的方式是无共款。我先来讲吼，就是咱要来讲古水。不过对我来讲，我嘛是传统的这种台湾的查甫人，讲到古水嘛是感觉研究。迄时泡泡要做的时候，我感觉我是一个古水的领导者。自细汉到大，我感觉古水是袂歹，不过我对古水无啥物感觉啊。要来这场的演讲之前啊，我就来穿衫嘛，啊，不然我骹蠓就寒起来，这就是骹蠓，就是你若去行道的时阵啊，有一个篷布。你这种文青吼？做文青的款啊，吼，重点就是这个溜啊，行出来我穿下下搁穿起，发现讲，哦，当时啊，我为啥无介意古水？是因为我是一个文青。啊，今仔日我要讲的是古水的家用，自我熟悉开始，甲伊开讲，伊就是讲的拢足好听，足古水，甚至伫师大我的母校开一节古水的课。真正是惊天动地呢，敢有？有影，因为台湾人其实恁可能无去感受到，也是讲因为伊逐工都发生伫你身躯边，所以你可能家己嘛无去发现到，就是其实古水已经伫咧咱的身躯顶，咱的即个身体逐工的时阵内底。我会当问看觅，你可能伫咧你翕相的时阵，你就会用即个动作，对无？顺聪老师嘛会。对啊，即马阁有即种的。啊，但是咱台湾的无论讲是查囡仔还是查某囡仔，其实伫咧做即个动作的时阵，心内底应该无啥物挂碍，敢是？还是讲你其实是足无想要用，但是你互逐个人强迫你只好伫咧镜头前，你只好做一个古水。一般在人啦，像阮阿爸母就袂去结古水。有影，但是我的阿公阿嬷即马90岁，阿嬷都会安尼呢，就。你带歹去就对。有影，我家己个带歹。所以讲，这其实就是伫咧咱日常的即个生活当中，即我做研究的时阵，就以即个古水来做主题。是讲，若是伫30-40当中，透可能你的一个正经的研究，用古水2个字，这互你料想袂够呢。因为咱第一趴要讲的，就是流行文化内底古水。啊，咱看后一张吼，咱有看到是毋是即个逐个人拢陪伊大汉，还是伊陪咱大汉的哆啦 A 梦？啊，即个哆啦 A 梦其实伫咧2008年的时阵，是日本的即个漫画的即个全球的大赛，所以伊就旅行去全世界，摕即个古水文化，也佮有漫画文化来做宣传。吼，拄我所讲到，咱的即个卡邦内底可能有一寡古水的元素。吼，安尼，我先摕即个古水互大家看，就是我的即个。零工仔的即个零工仔的即个包仔是伫咧日本买的吼，啊，就是一个真古水的即个 Kitty 安尼。啊，我逐工家己拍开的时候，我有感觉讲，哇，甜不不安尼，今仔日心情真好诶。所以亲像即个马卡凤同款吼，古水会互咱有即种甜不不的感觉安尼。啊，无论讲是伫咧即个，咱讲伫咧7啊，遮个超商内底，你会看到咱因为为着古水的物件，你会买搁较侪的物件，因为你为着要收取伊的即个大赚的吼。我毋知影逐个人是毋是有即个经验，我家己就定定做即个代志安尼。顺聪敢诶？即个我若人要迄个7的店也要互我，讲我无爱，我无爱。啊，恁查某囝敢袂讲？伊即马嘛无爱啊，收济啊。所以查某囝即马是孝女啊，孝女啊。伊是囡仔的时阵一直扣。啊，即马是要变孝女的时阵，伊就无兴趣啊。所以来遮看到古水是安尼，啊，若是冷淡遮咧。大头拢做古水对无？毋过阿聪是一个妖怪嘛，做兴趣啊。我讲马卡拢是
水水尔，食起来我就感觉无啥物感觉。因为马卡凤其实你加一喙了后都无物件对无？对，加济就无加去啊。伊就扬起，扬伫你的喙内底。尤其啊，就是讲古水，就我即个文青来讲，我感觉文青可能爱有一种内在，也是一种底底。啊，古水有时阵啊吼，这人办单，无想要做代志。吼，比如讲这囡仔，老爸讲，哎，为啥物无去洗衫，无去洗碗？讲爸爸，都忝我的。今仔日考试足多呢，我会使莫够用啊嘛，我足忝的。啊，这个时阵你敢会互恁囝就莫用？这个时阵，我某出来讲，你家己洗碗。有影，我想讲即招就有路用的，逐个人结果水的对象，敢是爸爸妈妈，也搁有老师嘛会。对哦，老师歹势，我考试无准备，我袂记得来考试，因为我增加疼。所以就是讲，有时阵古水你也是讲像这种冷淡，就讲古水对我无效，你也甲代志做好。我嘛是一半的台湾有讲，你甲代志做好，做甲水当当，啊你物件了爱实在啊，这两喙就煞，我就食袂饱啊。啊像讲啊古水，譬如讲咱讲便利超商，这叫做华语叫几点，台语讲扣红仔点，啊有感觉做废气的啊，一个点一个点安尼扣，对我这种冷淡的文青来讲，就感觉做废气的。所以吼，这7去买，我感觉有时做烦的啦，我就无想要爱，伊就一直问。啊，譬如讲到展览，我上生气。即摆足侪某些文创特区啊、文创特区啊，拢办足侪迄种古水红仔的展览。好去的时阵，我陪阮囡仔，我囡仔讲想要去看。摆就摆1、2点钟，入去你也发现讲无啥物物件，啊，敢若一直翕相尔。有影呢。系啊，你就感觉你会足生气，讲哦，开遮济钱，去味就是翕一个相，有去甲人斗闹热了就无啊。对我这种文青来讲，你对个人生、你的生命留下啥物物件？留来100岁安尼。对啊，所以上无对我来讲啊，古水我感觉就是嘛，袂当讲无路用，就是一个冷淡。伊对我这种人来讲，无啥物好啦。安尼，毋知影讲今仔日咱的对谈结束了后，我有可能会当改变着咱顺聪老师的想法。还是讲顺聪老师会当聊聊嘛，改变我的想法。这互相啦。我讲一个故事啦吼，这个引起人同情的绿色人事物啦吼，这个嘉颖等下讲者，我先来讲我一个故事吼。阮做一个作家啊，定去演讲嘛，可能迄时间无啥物知名度，啊定去演讲，有时阵人拢无介济人就对啊。我捌发生一个代志，就是这个邀请的这个单位是伫算半山吼，无讲做前山的所在，我就塞车到最远的所在去，要开始演讲啊。去的时阵演讲，甲咱2个人。2个人哦，迄2个人毋是为着我去，是为着大成演讲我另外一个朋友。啊，毋过我朋友伫遐，我就歹势安尼想，我就转来就想讲，哦，人生上可能就是，而且我为着即场演讲，我有1礼拜时间拢伫做迄个PowerPoint，所以有时阵咱人拍拼1礼拜，啊，搬山过来到迄个所在，无人来听你演讲，我感觉这是人生上。卡哇伊，可能。就是人生海海，这个时阵就会有这种可能有一款配角，就会伫个顺聪老师会那个背过足侪这个melody伫咧内底安尼。